中山大學附屬第5醫院，位於粵港澳大灣歐門戶樞紐城市珠海，毗鄰港澳，是集醫療、科研教學和預防保健為一體的大型3級甲等綜合性醫院，以扎根中國大地，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附屬醫院為使命，致力於創建國家級醫學中心。總佔地面積47萬平方米，建築面積41.45萬平方米，規劃床位4000張，現實際開放床位2846張。醫院致力於為粵港澳大灣歐患者提供最好的診療服務。有53個臨床專科，6個國家重點學科，2個廣東省高水平臨床重點專科，4個廣東省臨床重點專科和31個珠海市臨床重點專科，已形成介入、感染、腫瘤3大領頭學科群。胸部疾病、心腦血管疾病、消化系統疾病、泌尿系統疾病、器官移植5大優勢學科群，每年完成8例肝肺腎移植手術並成功開展人工心臟手術。現有胸痛中心、高級質重中心、危急重症救治中心等部門，並與交通運輸部南海第1救助飛行隊、南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等單位合作建立海上空中救治綠色通道，為粵港澳大灣歐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急危重症患者搶救提供了堅實保障。醫院擁有廣東省生物醫學影像重點實驗室、廣東省分子影像工程技術研究中心、2個省級科研平台，設有生物庫樣本、感染與免疫研究中心、臨床數據中心、中大5院、中山醫學院列合病聯合實驗室等，注重提升患者就醫體驗，將人文關懷和智能化融入診療全過程，努力提升患者就醫獲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勵精圖治20載，奮接揚帆再出發。朝着建設立足珠海，服務粵港澳大灣歐發展戰略，覆及西岸城市群，篤謝一帶一路國家和地歐創建國家級醫學中心的目標，努力邁進。